这宫里连扶摇姑娘都对付不了的人没有几个，难道是？扶摇遇到麻烦了，你现在立刻去找他。这次不是开玩笑，性命攸关的大事，千万别耽搁。一定要尽快找到他，明白吗？ 公子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了。王上，贵夫人唐芷蓉来了，正在殿外候着呢。今日正巧累得很，正想传夫人进来，唱唱曲儿，解解乏。传她进来。是。公子。 扶摇姑娘生死未卜，您当真不殿前？未有上下刑不逾矩的道理，你不懂。元宝，过来，元宝。元宝，小心！元宝。 元宝，小心元宝！元宝，快过来！徐爱民过来救我们！瞧着王上意兴阑珊了，可是我这曲子弹得生疏，不合心意。累了一天，有些乏了。皇上，您要是累了的话，蓉儿来伺候着。
那就歇着吧。皇上，进宫这么久，今日终于能承王语录，侍奉皇上您了。蓉儿别慌，元宝是我的爱宠，顽皮得很，肯定是跑到哪里招猫逗狗，疯成这个样子。越来越不听话了啊！回去好好思过，我让你待着，就别出来，还不快走，去！闭上眼睛。元宝，带我去找他。娘娘，前面就是翠凉殿了。 开门！你们俩留在这儿，怪吓人的。神仙姐姐，怎么是你啊？神仙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！丫头，我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他，并无大碍吧？心无大碍。你们认识啊？若我猜的没错，她应该就是一直藏匿在这太原宫里，天权德的王妃，前朝的长公主，轩辕晓。轩辕家的。可是我之前听说，轩辕一族的血脉已经基本绝尽了，怎么这宫里还藏着一个？那指的是拥有御水术，能够继承王位的男子。不过，她既然是公主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应该是禁锢之术的原因。禁锢之术。有人来了，快走！这边。娘娘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这里好像不太对劲儿啊！废什么话！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水灵镜在这个冷宫里，我今天要是不拿到东西，
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可我听说这里死过人，还闹鬼。前2年，一个世人不小心误闯，结果连命都没了。这种地方，我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敢进去啊！没用的东西，跟我来。有鬼啊！有鬼啊！有鬼！水灵镜，把这些全部都给我搬走。是。快慢！闹鬼？闹哪门子的鬼啊？出来给我瞧瞧！我看呀，这闹鬼是假，私藏宝贝才是真。小心！阴森森的，赶紧给我搬！闹鬼了！醉良殿闹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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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的，把这些镜子全给我搬上车。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？我刚刚帮你疗伤，谁知道你突然睡着了。不过是个咬伤而已，你明明是想乘人之危吧？世间无二的灵狐，咬伤一口，伤的是内力，够你疼上一阵子了。怎么每次一上这龙榻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啊，舒夫人？要不是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，我才不放过你呢！你让开！你抓着我干什么？对不起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没想到会让你遇到这样的危险，也没想到我会没法及时赶到。算你有点良心。放开啊！再握一会儿。
要不你就跟着我，当我的王妃。哟，你答应帮我解开封印了？那不行，你输了赌约，那得等你履行完赌约之后，我再帮你。你都让我当你的王妃了，你还这么防着我啊？不防不行啊！要是我帮你解完封印之后，你我人海两茫茫，到时我，到时你上哪儿找人去解这相思之苦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手给我！你的摄昆铃呢？摄昆铃被长公主拿去了。你，这摄昆铃跟着你有段时间了，它与你血脉相连，现在突然断了联系，等于抽掉了你的内力精气。没你说的这么夸张吧？不然战北也不会把它给我。百密总有一疏，更何况这如此玄妙的摄昆铃。疼。我知道，但是必须疼，唯有如此，才能保住你的命。来人，给我搜！我看闹鬼是假，有刺客才是真。等一下，都说了，我们醉眼居根本没人来过，哪来的什么刺客啊？你说没有就没有，整座王宫都要搜查，醉眼居当然也不例外。我们夫人已经睡下了，奉命搜查，闪开！不能进去，夫人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德夫人，打扰了。你也是奉命行事，怎么能说是打扰呢？大人，没有异常。大人，没有。那就去东厢房搜。是。怕是不妥吧？舒夫人偶感风寒，我正想过去瞧瞧，可你们这么大的动静，扰了夫人休养，要是王上怪罪下来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宫里进了刺客，下官必须保证各位夫人的安全。若是有什么闪失，实在担待不起。干嘛这样抱着我？不扶着你一点，恐怕你要倒下了。没想到有生之年，还能看到你这样乖顺可人，像女子般娇柔的样子。这种娇弱的女子，你后宫多的是，你有什么可稀罕的？可我偏偏就稀罕你。来，起来。你干什么？我把功法都给你，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苦头。别，耗费你的功力，不值得。你值得一切最好的。对我这么好，你不怕我以后像贵夫人那样缠着你？乐意之至。不过有件事，我想提醒大人一声。您可知道这位您要找的舒夫人是什么来头？舒夫人是国公最看重的义女，大人应该很清楚。大人尽忠职守固然要紧，就怕……下官早年得唐末年将军提拔，自然不是冲着舒夫人来的。唐将军的女儿封了贵夫人，
国公的义女是舒夫人，可这王后的位子却只有一个。若是有不明事理的人以为大人您为了保唐芷蓉，故意为难宇文子，您说这传到国公耳朵里，他怎么想？也罢，大人若还是不放心，不妨随我到舒夫人房里搜搜看，也好了却大人的疑心。多谢夫人提醒。醉眼居搜查完了，下官告退。公子，你们是一伙的。别说话，好好躺着。他怎么伤得那么重啊？你把他照顾好，我回来之前，他一定得活着。嗯。去哪儿？我去帮你把蛇昆灵找回来。你刚渡了功法给我，你现在去很危险。我撑得住。五州天下，只要我想要，就绝不会失手。又是你！先等我说句话再答也不迟。凭什么？凭我知道，你是长公主天泉岛的王妃。你是什么人？是不是天泉的皇帝派来抓我的？你别担心，我不是来抓你的，我只是想请前辈把蛇昆灵给我。凭什么顺了你的心意啊？我凭什么受你胁迫？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天泉的人。嘿，若是我硬要拿呢？受我三掌。好。受我三掌，你必死无疑呀！死不死，是我的事。若是我受了前辈三掌，前辈就把蛇昆灵给我。为了那丫头。若我死了，麻烦前辈把蛇昆灵给她，别冤死了一条无辜性命。难得你是这么重情重义的人。当年，若是他有半分的重情重义，我也不会。前辈，我也不会。出手吧。
长竟然毫发无伤。多谢前辈，手下留情。哎呀，罢了罢了罢了！我跟你们这些小辈计较什么？这10几年来，我在这个太渊冷宫里面，日日研习，夜夜修炼，原本以为已有大成，我还妄图找你报仇，哎切，可笑，哎可笑！这个给你，对我来说就是一堆烂铁，你走吧。多谢前辈。他还好吗？他如今娶了17房妾室，你说的好吗？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你放心，你主子没那么容易死。你可算是醒了，铃铛给你要回来了。舒夫人还是躺着吧。他人呢？公子给你带回铃铛之后，就回寝宫去了。他没事吧？他怎么会有事？为何会伤得如此严重？这五州天下还有这般高手？是翠凉殿的长公主。她为何会有如此能耐？她本身的功法不见得有多厉害，可她身上却捆束着穹苍的禁锢之术。伤我的不是她的掌力，而是她身上的术法。想说什么？说吧。公子为了扶摇姑娘，可算是费尽了心思。我以前从没见过公子这样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怕他侮辱我？
连你也这么说，那我就让他走吧。公子不可，扶摇姑娘现在还不能离宫。说他碍事的是你，不让他走的也是你。你说说，我这个主子该怎么当？属下借阅，请公子恕罪。你借阅的事还少吗？是。就算借阅，有些话属下也不得不说。公子可否记得，君父一再要求公子务必将佘昆凌带回天泉。方才，公子收了那3掌，分明已将佘昆凌得手，却仍要将此物留给扶摇姑娘。江枫知道，在公子心里，扶摇姑娘跟别的人不一样。即便公子让她离开，也不过是不想让她卷入这些纷争罢了。只是，如若扶摇姑娘带着佘昆凌离开，那么公子，你在太原做的一切，都会因为这一件事情而白费。公子三思。你是玄灵真业的天选之人，唯有你能改变乾坤，找到五色石少女，否则五州会因他而再度万劫不复。要我和扶摇对立的，有岂止君父一人？可公子，毕竟是有婚约的人。是啊，那终究是一纸我自己求来的婚约。公子恕罪。你只是说了实话，有什么罪？起来吧。谢公子。可扶摇与这一切都无关，当初是我硬要把他拉进来。现在就由我好好的送他走。保护他，是我最后的底线。是。夫人服用的安神散，也差不多到时候了，该醒了。这样的日子，就算是有了万家灯火，有什么意思？王上。听说昨天后宫闹鬼了。哦，扰了王上的心思了。听说昨夜后宫一个婢女，让老鼠给吓着了，虚惊一场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以后未到50，别叫我起来批奏书。是。王上，贵夫人她起来了。曹成，小的在。传话下去，贵夫人贤德仁厚，深得本王欢喜。赏锦缎3000匹，玉器珍玩200件，金饼100枚。小的这就去办。谢王上赏赐。哇！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，也不出声？不是我不出声啊，是你心里有事儿。怎么，
你等人啊？这么大个王宫，我有什么人好等？我打算喂完鱼，就先回去了。哦，是吗？那姐姐跟我一同回去吧。好。来，皇上。见过王上。哟，这不是国公府那丫头吗？王上好记性。我是长宁府的宇文子。哦，宇文子啊。皇上，宇文姐姐是王上亲封的淑夫人，王上怎么能忘了呢？怪不得，看着总有些眼熟。有芷蓉妹妹每天在旁伺候着，王上自然不记得我了。来，我说舒夫人，我爱亲近谁，不爱亲近谁，还由得你说话了？王上恕罪。皇上，这不太好吧？臣妾领旨。欺人太甚！这宇文子虽然是长宁府的一个庶女，但整个昆京城谁不知道我将她收为义女，亲自送她进了宫。轩辕民现在竟然用唐芷蓉来打压我的义女，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？贵夫人是唐将军的女儿，只怕王上看中的是他们唐家手上的15万兵权。不过所幸的是，唐将军对义父一直是忠心耿耿。忠心耿耿？哪有什么绝对的忠心耿耿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再说了，太渊王后这个位置，只怕再忠心的人也会动心思。你不必太往心里去，公子有他的难处。你们家那个公子，向来不按套路出牌，我才懒得理他。那便再好不过了。不过，这回公子对那个唐芷蓉，倒好像有些真心喜欢呢。我爱亲近谁，不爱亲近谁，还由得你说话？哦，是吗？他喜欢这样柔柔弱弱的女子啊。不然呢？你该不会觉得公子喜欢的是你吧？你不必再套我的话了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问吧。那我便问了，你对我们家公子是什么感觉？
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也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更不想跟他这个人有什么牵连。因为我觉得你们家公子隐藏得太深，有太多的秘密。不过老天爷就是喜欢开这样的玩笑。自从认识了他以后，好像每件事情都跟他有关，都跟他有牵连。慢慢的，也就习惯了他的存在，习惯了有他，也习惯了不由自主的会想起他。那就是喜欢呀。